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你所赏赐十足的平安。阮也感谢你，你常常施阮祝福互阮，互阮虽然有时会拄着艰难危险，但总是无遭受到伤害。阮因为安尼来献上感谢。阮特别为着昨昏下暗所发生的地动，来向你恳求，求主，互台湾这个土地得到保守，互阮无抵到因为地动缘故过头惊吓，心中会当倚靠上帝来得到平安。阮恳求主，你赏赐福气互阮。阮用安静、无下属的信心，伫这个时刻，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服侍你、敬拜你。是阮的主啊，我们将阮本身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的灵性得到清气。互阮会当排除你所有无欢喜的事，全一心志来服侍你、敬拜你。特别，阮要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来思考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以及你交代阮的使命。恳求主，你赏赐阮智慧，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今仔日也是教会所设立的关心客家宣教的主日，阮特别感谢你差遣正大顺牧师来到阮中间，教阮做伙分享客家教会的需要。求主帮助阮，阮透过代祷、透过奉献来支持这个事工。阮也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伫主的手中。阮特别将献诗的圣歌队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透过因所献的诗歌，帮助阮来敬拜你。阮也将今早起的诗会以及主琴、传讲信息的牧师，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是阮的主啊，阮也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保守。互双联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事工，所设立的每一个机构，拢会当荣光你的圣名。互阮会当照你的旨意去推动各项的事工，互万民也得到祝福。阮求主你保守看顾台湾这块土地，互这土地的百姓会当更加明白你，专心信靠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对因讲，以色列人啊，恁着听，恁今仔日要甲百姓对敌交战，毋通失胆，毋通惊来摇摇喘，也毋通因为因来软弱，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就是甲恁杀甲去的，要替恁甲对敌交战来拯救恁，求这平安。这是咱三甲来认识俄罗上帝，信息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信息15首，求上帝发出你的光，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跳堂阮的天父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主，你的囝儿只是谦卑在伫主你的面前，全心敬拜你，俄罗主的圣名，恳求圣神只是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透过今仔日谢牧师的讲道。主的话，加做阮的快乐甲帮赞，天父上帝，恳求你来帮赞阮，加做合伫你心意的囝儿。阮所生活的环境，面对遮多的困难，阮有时会感觉真软弱，可能是伫学校的学习，伫即场有压力甲挑战爱面对，啊，阁有人甲人之间的信任。阁有朋友之间的交陪，有的兄弟是伫事业经营的策略甲竞争，这个状况造成阮有时有真大压力，因为安尼嘛会伫无因中来犯罪，求主来赦免阮所犯的罪，阮嘛阁较明白，人的快乐真有限，加在阮有主耶稣。带阮经过乌云甲暗路，阮知天离地地有遐尼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也是遐尼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你互阮的罪过离开阮也是遐远。求主赐互阮有对主来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尽力为主来做好的见证。靠主来过得胜的生活。天父上帝，全世界 COVID-19 的疫情到即马已经有2年外，恳求主来保守即个疫情会当真紧来得到控制。疫情嘛对人民的健康甲经济造成真大的影响。求主来看顾咱的兄弟身体健康。嘛保守第3支安养中心所照顾的阿公阿嬷，以及伫咱的相连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阁有伫新庄所照顾的长辈的健康。嘛祝福伫主你所设立的这个事业体，阮的所有的员工，啊，阁有同工的服侍，
温上加温，力上加力，荣耀上帝，利益伫人。阮嘛要为着教会的事工来祈祷。伫即个疫情的时代，无论是伫教会的礼拜、小组，还是团契聚会，拢受到真大的影响。主啊，求你来赐予你所设立的上联教会，透过牧师团甲中职同工的宣教的策略，互每一位同工手所做的工拢有果效，嘛得到主你的欢喜。恳求主带领无道友来到教会来诚做上帝的子儿，互每一位兄弟诚做基督的精兵，为主做工传福音。特别上帝，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主日，真欢喜谢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传讲信息。恳求上帝祝福伫客家的宣教，备办合伫你心意的牧者来到客家的所在来传福音。虽然伫客家信主的兄弟人较少，总是阮意爱伫台湾这个土地生活的百姓，拢有机会来认捌主，诚做主的子儿，互因的性命来得到祝福，来领受对主来丰盛的恩典。主啊，即时阮嘛要为着咱的当中身体有病痛兄弟来祈祷，愿上帝来医治，透过医生的治疗，互因的身体会当真紧来恢复健康，会当真紧回来到教会，到阮三甲来敬拜你。也为着丧失亲人的兄弟来祈祷，愿上帝安慰，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因伫地。也为着今仔日的谢牧师来祈祷，愿信心甲伊伫地，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主啊，我安尼祈祷无够也，爱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你的地，阮你的名信，你的国明白，你的心之祥，你的灵气之地，阮的心之难求阮，下给阮的国父，记住阮养下变国的阮的人，我去传阮的气，就叫阮快你的太的，因恶阮言甲因好，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要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2篇，伫咱的信息后面第2页的所在。启应文第2篇，伫咱的信息后面第2页的所在，咱要三甲来启应。立邦写书宣花，世上的君王徛起来。要抵得耶和华，讲，咱就踹断因的捆绑。坐伫天顶的要笑，迄时伊伫伊的受气中来对伊讲：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将立邦互你做基业。你要用铁拐拍破因，但定得用着智慧。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就用嘴尽圣经，
因为伊的受气要紧紧发出。即时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伊要因的诗歌是逐日拢是主所赐礼物。感谢主，逐日拢是主所赐礼物。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为一切荣光归乎上帝。这是咱来恭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来读第1圣经。有一日，基甸甲所有军队伊的人透早起来，伫哈鲁水泉边战营。米甸人的营地是伫山沟内，因伫因的北边，我军无入山。第2节，上主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受罪，
若是我互因拍赢米甸人，因会掠做，迄是靠因家己的气力来得胜的。你着对人民宣告：谁先来行兄，谁着应该回去处理，原要留伫吉力山。所以有22000人回去，毋过有1万人留落来。第4节，上主阁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要是受罪，带因到水边去，我要伫遐甲因分开。若是我甲你讲，即个人应该去，伊就会当去；若是我讲，即个人无应该去，伊就毋通去。第5节，所以基甸将军队里的人带到水边，上主对伊讲：你甲遐个亲像狗共款，用指治水的，甲遐个跪落来啉水的分开。有300人用手捧水池，剩的拢跪落来啉。第7节，上主对基甸讲：我要用这300个用手捧水池的人救恁，将米甸人交伫恁的手里，互剩的人拢转去。所以基甸留300人来保管补给品甲扫角，互剩的拢解散转去。米甸人的营地伫因下面的山谷。第9节，迄暝，上主命令基甸起来，落去攻打米甸人的营地。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里。接着，我要用客语来读《士师记》第7章第1节到第9节。有一年，耶路8日，就迄基甸，留所有田基的人打坐放起来，在8日先随顺安养。米甸人的羊体在神勒度，在基督的北片，巴群摩利山讲。第2节，上主对基甸讲：来田人的人听到咧，那是爱将米甸人交在基督手中。以色列人为此看讲，这是靠基督自家的力量打赢的。第3节，底下你要向人民讲，无但将死的人做得转去离开基列山，结果有22000人转去，总是还有1万人留下来。第4节，上主又对基甸讲：田人的人还是听到。但基督都随便去，爱在隔壁，比如将基督分开来。那些爱老二讲，两个人做得老二去，佢就做得去；那些爱讲，两个人無應該去，佢就做唔得去。第5節，基甸將田基嘅人帶到水邊，上主對佢講：我要將基督像橋一樣，用山麻濕水嘅，留基督。開下來啉水嘅分開來，有300個人用水捧水，用樹來捧水來食，其他嘅人全部係開下來撲定啉。第7節，上主對基甸講：我要用300個人用樹捧水食嘅人來救你哋，將米甸人交在你哋手中，和其他嘅人全部轉到自家嘅所在去。第8節，所以基甸留下來300個人保管補給品，留好國，和其他嘅以色列人解散轉到自家嘅帳篷去。米甸人嘅羊體在基督嘅下背嘅神勒度。第9節，今日暗晡，上主命令基甸放起來，下去攻打米甸人嘅羊體。我已經將基督交在你嘅手中。以上，願上帝祝福願意聽耶話、擱安尼來行嘅人。真歡喜，今仔日咱嘅總會會請大順牧師要來傳講信息。伊要傳講信息是宣調為着榮耀主名，宣調為着榮耀主名，咱用恭敬嘅心來領受。
各位平安。唐的什么？唐不出来，听不懂吗？听有无？听无哈？哎，可多美基长老讲给合法唐的什么？唐唔熟，啊唔过真趣味，对不？哦，迄个字含咱的所读的字无啥共款。啊，我嘛是客人，所以伊讲我拢听有啦。哈，啊，毋过伊讲的哦，小可北部音，啊，我是南部囡仔，啊，南部音，啊，毋过小可叮当啦，定啦，吼，毋是讲无好，是讲了正确，啊，毋过迄音小可吼，南部音和北部音无共款。啊，今日真欢喜吼，啊，会当代表总会客家宣教委员会，会当来到遮，大家来请安。啊，旧年吼。疫情的关系吼，啊，我来到遮，大卡拢无人，啊，这安尼要安怎做礼拜，我嘛足烦恼的，吼，好佳哉，啊，佫有念机吼，啊，伫遐翕咧吼，感动着咱双连教会咱遮的正兄弟姊妹，啊，有缘吼，为着咱客家吼，奉献一笔真大额的金钱，伫遮内底，互我真受感动，所以吼，啊，我嘛真意爱，啊，继续。来到伫双连教会来，大家来请安啊！期待咱大家吼会当亲像咱的标题同款，讲着啥物？来，大家做伙讲，选调为着荣耀主的名，恁拢是上帝所选调的人，有相信无？有吼，感谢主吼。顶一场拄仔问的时阵，边仔这边才来讲一个人，因啊，毋过好佳哉，大家反应袂过来啦。啊，后来大家反应过来的时阵吼，大家拢有哦，对无？啊，你有受上帝选调无？有哦，较大声咧啦，人选举拢嘛足大声的，对无？你上帝有选调你无？啊，安尼对啊啦，嘿，咱吼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就是爱亲像人咧选举共款，你知影无？哦，咱有相信要当选无？有哦，当选哦，有无吼？等发迄足大声的，迄款的吼。气力就走出来啊！咱就是要为了要荣耀上帝，了解无？今仔日咱伫遮，咱来思考，为什么上帝要选调我？伫这个客家的主日，咱伫遮内底，咱做伙来关心客家，互客家吼无过是吼，大家拢一直咧思考，拢是足硬头啦，硬心啦，拢无爱悔改信主啦。定定我伫思考这个问题，咱拢是一直咧化工化工硬头硬头硬了，最后就真正是变做啥物？都变做红纹头啊！你知影无？了解无？当你一直认为讲伊是硬头的时阵，伊就变做红纹头。哪个红纹头咧？有破解无？有哦，要安怎破解？你就变做怪兽。了解无？咱就要变做怪兽，较好破，无啥物硬头拍袂破的啦，是魔鬼撒旦下迄个心伫你的心肝内底，足歹传的啦，无好啦，安怎讲拢袂反转啦，若袂反转，我来今仔日会徛伫遮，我第一代信徒呢，了解无？我是我的外妈带我去教会，我外妈迄当阵拄啊信主伫花莲玉里的所在，伊就带我去教会。伊讲你点点做礼拜，阿嬷互你一寡钱，你去买圆糖啊，含你喙里。啊，你点点坐咧，听牧师讲道。我偌乖呢，含咧听牧师讲道，听拢听无。因为我才3岁4岁，我哪听有？当时我一直会记得迄款的情形，野种子啊！所以后来才有我现处是徛伫这个所在啊，选调上帝，我才后来才相信讲上帝伫遮底选调我，真做是伊所要使用的人因为以前我细汉的时阵，我外妈就甲我献互上帝啊，外妈就甲我献互上帝啊，安怎献互上帝？因为我迄当阵病足重的，送去病院爱开刀，医生甲阮老爸老母讲，这个囡仔。大概10个来11个转去啊，安尼听有意思无？你爱祈祷啊，你家己求拜恁的求恁的神啊，
我阿嬷讲，甲上帝讲，上帝这个囡仔救的，我的孙救会起来安怎？哦，你哪拢知？我讲，我就喊我阿嬷咧抗议啊咧，讲你也无经过我的同意，对无？毋过呢，感谢主感谢主啦上帝伫遮内底大大祝福带领，因带我本地我搁伫青年的时阵我一直喊上帝讲，上帝，你选调我不要紧，我读神学院我咧考试我若考一遍无对，我就无爱考结果有考调无？有哦，今仔徛伫遮，考调了后，我讲上帝，我的经济你要负责迄当中我无钱，因为我欠的钱，互阮兜用了阮爸妈出一个车祸，煞钱拢无去伫遐内底，我讲上帝我无钱你使用我安尼你也甲我饲我读神学院感谢主呢，客家奖学金总会客家奖学金来支持我。所以我欠客家福音债，所以一直藏伫心内。总是呢，当我学毕业了后，我说客家我咧问，迄当阵区神向牧师有无？我讲区牧师，安尼客家教会有人无？伊讲拢满呢。你上帝旨意都无爱互我去我讲欠上帝福音债，你藏伫心内，你知影无？然後伫遐内底，我就伫讲台语的教会，一直安尼一个伫遐服侍，迄个客家的迄个负担一直下伫我的心中，所以我前一个教会，我是伫个中兴教会南投中原新村中兴教会有水的所在无？中心新村足水的公务人员，迄个环境，我小可毋甘呢。毋过当我了解到讲有需要客家的干事的时阵，我嘛讲好啦，安尼我来啦，因为真正的人拢毋知影我是客人，因为我拢讲台语嘛，讲家己讲了伤过好，无人认为我是客人，你知影无？毋是有人顶爱迄客家人佫可怜的无？当我是客人，总是无人认为我是客人的时阵，我感觉足可怜的。小可讲，台语讲了伤好嘛，怪怪的。华语嘛讲了足好的。变做我三声道咧。三声道呢足够的呢。感谢主伫遮内底上帝使用，我讲上帝你来使用。所以今仔日才有这个机会和大家来见面。伫遮内底咱看见讲上帝选调。就是要为着荣耀主题，我未跳跃，就是为着要讲，为了荣耀主名，所以咱今日看见着，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的主角基甸，伊是伫因家庭内底算互人上看袂起的，上介卑微的，所以当有一天，当因这个以色列民族受到米甸人在攻击的时阵。特别因要收成的时阵，米甸人讲来抢讲物件交出来，留恁的活命，过物件拢交出来。特别收成的物件拢互米甸人摕去，因足怨叹的讲：上帝，你伫倒位？你奈无要听我的祈祷？哇！上帝拢有听到嘛怜悯疼伊在哀求说：上帝救命啊！为什么我强要活袂落去上帝听到的时阵，伊就差派使者。3人显现，基甸，真趣味基甸一看家己是一个真软弱的人，总是迄个使者显现讲一句话，讲啥物？大能的勇士耶和华甲你同在。来，咱来念一遍好无？来，大能的勇士耶和华甲你同在。当你认为你家己真软弱的时阵，请你会记得这句话，上帝在喊你讲话好，咱来看，上帝选调是用伫人的意料之外，出你意料之外。其实伫圣经内底，你去注意看，足多的经文、足多的故事，拢是啥物？上帝咧使用，毋是一个困头，拢是真高强大汉，真厉害像哥利亚，上帝嘛无甲伊看做眼内对无？找摆大笔一个就甲结束。颠倒是约瑟
代表你去看伊整个因的亲身的故事的时阵，因受关约瑟吼，互因兄哥出卖到埃及，伤关家，然后等伊佫跳起来的时阵，佫受到伊的祖庙安怎陷害，讲介意伊爱讲无爱，结果佫来落监，真可怜呢。若是你是约瑟，你会安怎哀爸叫母呢？讲爸爸，你伫倒位？我互兄哥卖甲伫埃及，可怜到要死，对无？无着伫佫徛起来淡薄仔，变做是管家，结果佫互人陷害，变做啥物？管家的人，若是你，有做到要死哦。总是咱看圣经内底讲约瑟安怎？嘿，有缘我靠主呢，无简单呢。我靠主，这个过程中，上帝开始时间到。要使用啊，所以提拔伊因为解梦，所以提拔伊真做什么宰相来管理埃及14当迄内底的什么足特殊的丰收的年，甲安怎饥荒的年，要安怎来处理？哇，不得了呢！约瑟当时拢无明白，当伊咧做宰相的时阵，看见着伊的兄哥。为着绵牛来到伊头前跪落的时阵，伊发现着讲，原来以前所做的梦完全实现。伊知影讲，上帝互伊到伫埃及这规段受苦的过程，是要真做是荣光的道路，是要荣光上帝伫外邦的所在会当做啥物？荣耀上帝的代志。所以，亲爱的，咱现主是。咱四周有足侪无信主的人，咱嘛是伫咧外邦的所在。那安尼，你是要安怎来荣耀的上帝？上帝要对你的心上，要看见着你有发出光无？基督徒的光无？为着荣耀主的光无？那呢，咱来看大卫。大卫王嘛是安尼啊。当先知撒母耳，上帝讲：我无爱扫罗王啊，因为伊违背我的命令，所以现主是你去大卫去约瑟因的家庭去告我爱告我的人，去到因兜的时阵叫因囝对大汉囝因兜甲高枪大汉甲，这因兜囝要来上撒母耳要来告我啊！结果一个看讲，毋是哦，撒母耳讲毋是这个哦，毋是这个哦，虽然真水真因兜，讲毋是这个哦。第二个看出来咧，嘛毋是这个哦，毋是哦，奇怪。安尼一个叫到落尾咧，叫到因老爸拢袂记得讲伊还佫一个囝呢。撒母耳佫颠倒甲伊提醒呢，无上帝讲这拢毋是啊，你还佫有囝无？有无？想着讲还佫有啊，一个伫个羊外口面啊，该叫转来，真正就是迄个啊，就是大卫啦。大卫伫圣经内底嘛记载讲真缘投，嘛是真缘投。而且伫约瑟、大卫，伫因人的看法内底，应该毋是安怎真做君王之料的材料，毋过上帝互因的真做这君王宰相的材料。人看上界看袂起的，总是上帝最爱用的，了解无？伫这个过程中，上帝所爱就是安怎袂骄傲，最重要。一句话，世间人啊，什么叫做是好？就是爱你行公义来，行公义来，好人民，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当行，三个条件哪定？了解无？行公义，好人民，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当行。有讲到谦卑无？上帝最讨厌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所以伫这内底人谦卑，上帝使用，这边就是基甸。基甸伊在受使用的时阵，伊讲：上帝啊，我有啥物才能会当拯救以色列人？阮到伫马拉西支派内底是安怎？至送香的，上界送香的。阮伫阮兜是安怎？至美食，安尼意思是讲安怎？我是细汉中的安怎？细汉，人看无的啦，你来使用我，那有可能？按我上帝讲，我就是要你，我就是爱你。
爱使用你。好，所以咱看见就讲，首先袂骄傲、谦卑的时阵来，上帝使用人的原则哈。耶和华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伤济，因为那米甸人甲因吞食嘛，所以因就号召群众来，咱来对抗米甸人。哦，安尼叫我的人有偌济人？安尼叫我，较多你读圣经有听到无？读两遍哦，一遍台语，一遍客话哦。安尼会记得无？偌济人？无啦，毋是啦，偌济总共啦，叫过来啦。你拢讲结果，3万偌济，2000人。后来，伫遮内底，首先讲啥物？会惊的人，哈，会惊的人哈。伫遮内底我看卖，好来，会惊的人你会当安怎？转去，哦，一个转去，偌济人转去，22000人。迄个吼，基甸我若是基甸吼，我骹骨手软呢，你知无？骹酸手软呢。这看那去一半，敢是一半？去2/3。哦，人就数去啊，什么大能的勇士，迄无可能啊！哦，我看迄基甸啊，心肝头内底凉啊，你知影无？啊，毋过咧，上帝爱的是啥物？勇于承担的人，敢承担的人。我惊，先转去我不爱。亲爱者，你敢会惊？传福音你会惊无？亲爱者，这恁回答呢？传福音你会惊无？你会吗？袂，台语吼足趣味的，你知影无？会袂吼？迄种讲话足含糊的，会袂？我听拢无，会袂？吼，嘿，所以咱伫遮内底吼，你会惊无？袂啦，惊啥？上帝要用嘛，就互伊用啊，对无？啊，我做考试人伊嘛是安尼，最后上逼甲我本来伫半暝做的，后来就无做啊。迄当阵20我当前4万几箍了，还不小呢，对无？哦，啊，毋过伫遐内底，我迄当阵的目标是爱做经理，要做迄个啦，哦，所以伫遐内底吼，要伫遐上帝讲来，你来考新人院，我讲新人院。上帝考了无钱诶，无惊啦，考，好，咱来看讲，会惊诶人就转去。上帝讲，迄惊诶人我无爱用，所以剩1万诶，剩1万诶，上帝有满意无？无，就讲人伤济，安尼，还有一个方法，惊讲因有缘安怎？讲这是我家己救我家己吼，所以如果下一个命令讲，既然带因讲用喙咀水的像狗咧煎的共款，要互伊徛一边。若是另外一个规个头安尼抌落去啉水的另外一边，结果亲像狗安尼煎水的偌济人？较多恁讲的答案啊，偌济300啦，对啦，啊，剩的是偌济9700，徛迄边，哇！上帝讲爱倒一边，已经剩1万啊，基甸都强要软去啊。上帝讲，我无爱300这个吗？我无爱300人这边吗？毋是呢，是讲我无爱9700这边呢。我想基甸的心你若继续看迄个故事，真趣味啊！基甸惊到要死啊！上帝讲无啦，你暗时你去看卖啦。迄个敌军米甸人因是安怎讲话啦？因着含伊当迄萝卜安尼落去去听。伊讲我做一个面包，有一个大麦饼咁要滚练到因的营地内底，甲因练到拢无去。迄个基甸就听着讲。佮讲到伊的名咧，叫做基甸的刀呢。哇赞！上帝真正使用我，所以咱看见就讲，上帝要使用人，一步一步，就是要伫遮内底甲伊起做。伫这起做过程内底咱来看见就讲，人会讲福音是硬土客家，真正是安尼吗？真正是安尼嘛？我头路讲过。若真正是安尼时阵，我今仔日袂徛在伫遮，伫客庄
咱南部有9间，10间应该10间啊吼。客庄教会吼，对美浓、内埔、德产、万万吼，嘉东、新边吼，林乐，啊，还有三拿。所以咱来看见着讲，遐尼侪客庄教会组织做伙，安尼表示讲福音犹原有传入去啊，对无？这人是靠什么努力的？迄就靠这个，你知影无？第3项巴克的牧师这宣教师吼，拼命下性命咧冲入去啊！惊啥？我就对国外坐船，就唔惊这个隐士啊！啊，来到台湾就拼，对无？哦，巴克的牧师是台南城伊创教校长。哦，啊，我是台南新人毕业的，所以与有荣焉呐。哦，啊，我讲，巴克的牧师伊去到伫客庄德产教会，伫遐传福音的时阵，人客庄的人当然，因对因的信仰真坚持，无毋对，因为因认为因所信的是对的嘛，所以因就打迄个肥啊，打屎肥啊，去压迄个啊，巴克的牧师啊，压对伊的头安尼压过啊，破屎。巴克的牧师有生气无？无呢，修养有够好诶，真正将基督徒的表现了真好。哦，无咧家咒，就讲啊，你甲我啊赔你破屎，你啊咧死无葬身之地，上帝甲你处罚，上帝安怎？咱常常拢会听到安尼啊。你伫上帝的使者安尼对待，无啊，毋是安尼。伊讲无啦，你毋通压对我遮啦，压对我遮吼，无效，无路用。哦，所以现在是伫屏东的德产教会有一个巴克利受难纪念碑，啊，你有闲会当组团去遐看，袂歹啦，关心一下吼。所以伫遐内底，巴克利讲压对我遮袂成长啦，啊，若你压对迄个田的菜园吼，迄菜吼，就会肥出出好食吼。所以伫遐内底，咱看见讲巴克利伫遐伊的迄个行动，嘛互遐个客人感受到，所以德产教会。现主是才会当徛在伫迄个所在。咱人来讲，客家是硬者的族群，硬者是啥物意思？就是认为对的，我会足安怎坚持的意思。我会足坚持的意思。啊，你无传福音互伊，那知影伊所信的是毋对。你要证据互伊啊，互伊当知影讲啊，原来阮所敬拜迄个因所拜的神，敢若拜毋对啊！爱互因知影讲拜是上帝啊，咱的上帝哦。所以伫遮内底客家若真歹传，咱一直都存在这个思想的时阵，这就真正会足歹的吼。所以吼，会传了无好，首先就是啥物？信心无够，啊！我爱讲，我头一间我牧会教会屏东盐埔，我去的时阵，迄当阵已经40-50档，拢是20外个，所有的团队去到遐，拢是2年就走，因为刚刚我伫迄个所在无5万啊，啊，毋过我去到遐的时阵，含上帝讲，上帝，我无爱真做是2年就走的牧师啦，团队啦，有法度无？突破。野头啊，盐埔嘛是野头啊，人家说黑道的故乡，你知影无？黑道的故乡，哦，屏东已经有一个正太级啊，对吧？迄屏东总管的啊，啊，你看盐埔个黑，化作讲是黑道的故乡，按你讲歹传，捌有一个青年甲我讲，大顺牧师，迄当阵我是传道还是牧师，我袂记啊，伫遐传道的时阵讲，迄若盐埔会当兴起来。伊甲我讲哦，盐埔若会当兴起来，屏东中会逐所在拢兴会起来。哇！我接受这个挑战啊！讲上帝，互伊兴起来好无？我伫遐6档，我对你20外来，伫遐开始家己拼，家己安尼化人无人，化钱无钱，伫安尼含因陪因伫冲。上帝嘛自然在感动啊！跪咧伫上帝面前求啊，讲上帝，你互盐埔教会起来好无？复兴好无？结果上帝使用一个人，一个当地的人嘛，一定爱使用当地嘛，吼。伫遐底一个关家的青年，我甲因讲，恁老爸是执事，
你安尼食毒，你做鸡仔代，敢对？读圣经悔改，当伊读圣经悔改的时阵，间隔翻转呢，等伊出来，我组一个天路客团契，天路团契啊，陪因查经。什么问题拢甲你问啦？我讲上帝，我哪有遐巧？我都无巧呢。按过你爱互我智慧，会当回答伊。所以足巧的人，伊在问这个问题的时阵，当伊建立伊的信心的时阵，伊有一辈伊伫迄个中级的造就的便当中会，伫遐话讲，阮教会要来成长。我讲，你话讲要成长，佫成长500人5年内底，我心头错到要害去呢。因为讲阮盐埔教会要成长500人，结果别人甲伊听做是啥物，你知影无？屏东有一间教会叫做咸埔仔，盐埔和咸埔仔介近咸埔仔是东港的边啊，盐埔是我内陆我里港迄边，无共款。结果人拢听做是咸埔仔，因为咸埔仔迄当阵已经有300人的教会啊嘛。伊人讲300人500人安尼对啦，安尼对啦。结果毋是呢。我讲毋是这个咸埔仔教会是盐埔教会，20人的教会，迄当阵好佳哉有进步到50人啊！我含上帝讨人啊，含上帝讨人，我上帝明年互我偌济人好无？明年佫互我偌济人好无？一年讨啊！后来我听到迄技术在讲的时阵，我讲哇，会花去啊！一个50个要跳到100个，足恐怖的呢！增加教会呢？我讲，我就含全会众讲讲，亲爱兄弟，咱若是有这个感动，咱要真做5年500人的教会，今年就要甲我冲到100个。因安怎讲？训练甲变作军兵啊！你知影无？好，做伙来冲，好呢，做伙来冲呢。结果到年底，我讲的时阵，敢若6月份，我讲的时阵是6月份，我讲到年底，你无甲我冲到100人。我们走着瞧，知影无？你要讲什么信用都无效，你的信心都无够嘛。结果年底有无？你哪还有信心？你嘛真有信心？安尼年底有够无？这边都无反应，安尼无啥信心哦。年底103个，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是看咱信心来证实的上帝。看你信心诚实的上帝，你若有热心，上帝要使用，哇，拼落去啊呢！迄个冲落连边仔所有的教会拢在看，你知影无？捌有一个牧师就甲我问讲：“大顺牧师，你们教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冲得那么快？”我说：“不是我的原因呐，人爱谦卑，你知影无？不是我。”不过有的人会讲感谢主，可能就是我。我说不是我，我说上帝啊，上帝带啊，感谢主啊，感谢主。上帝，我看见了新约技术会当伫这个庄脚教会会当起来，那安呢？客庄教会绝对会起来，了解无？不过客庄教会爱起来，全体客庄教会爱起来，一定爱有后壁面有真侪的什么溃烂、祈祷。帮赞后援要有什么力量？安叫我法度甲因抄落去所以现主是我做客家干事，我就是要来甲因安怎，要来甲因磨，我来甲因念，我都要含这客庄教会做调整。而你们在这里到底在做什么？上帝设立咱要讲这啥物？就是要冲啊！为着上帝宣告拼啊！要惊啥？所以亲爱的，咱伫咱的生命中，咱在真做是上帝所要使用的。上帝足爱咱的，上帝要竞选你，你相信上帝竞选你无？我讲你来拼出一个成绩呢，无我做客家干事，我足歹含上帝交代呢。我伫外口面要替恁冲迄个经费，那安尼恁爱有互我一个交代，会当才会支持恁的，关心恁的，才会建教会。会当伫遮内底做伙受荣耀，毋是吗？对无？咱哈利路亚交上帝啊！所以咱就一定要冲啊！所以是上帝拣选你，要真做是这个后盾吗？
是上帝有感动你，要真做是这个关心的人吗？为着因祈祷的人吗？是上帝爱你看见着客家的未来，有无？含上帝讲啊，设立目标啊，若是20间，明年要变做啥物？22间、23间，看恁的决心。哦，捌有一遍就是讲，我伫南部的时阵，总会迄边有做一个比赛，做一个迄款的，就是讲。每一年，恁教会要成长偌济人？我想咱双连教会，特别拢一定写偌济，几十个要100个对无？迄当阵杨埔教会中级，我摕单仔互因看，5年你要成长偌济人？伊安怎讲？你敢知影？牧师，咱拢无成长啦，你要安怎写零哦？足歹势，血淋很难看对无？安尼好啦，咱每一年拢安那一个。安尼好无？哦，我听了我心就软去啊！你知影无？我讲上帝，这间教会无信心，甲安尼一个啦，这明年阁一个啦，后年阁一个啦，安尼5年成长偌济？5个还袂歹呢，20个人成长5个，安尼50%偌济？25，成长个5年就成长25%，感谢主。不过我讲上帝无够，给他们看神迹好不好？我跟上讲，给他们看神迹好不好？就伫迄个5年内底变化偌济，第20外个、30外个哈，30应该迄当阵写的时阵30通的，变做120个。感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乎主，你无拍破啊！荣耀归乎主。咱爱伫遮内底，咱就是要有信心，含上帝讨钱、讨人，来训练遮人，训练到落尾就欢喜啊！会有家己宣扬福音吗？牧师哦，简单甲讲多煞，结果我想要去关心新来的人，结果新来的人互因扭去呢。我有讲因在围殴，属灵的围殴啊！你讲，来信主非常好，有够赞的。哦，信主上帝安怎保守看过你？你看我的见证，我安怎？每一个拢在讲伊见证啦，10个都为着一个新的。所以啊，每一个新的来拢甲我讲牧师，我好喜欢你们教会，我好喜欢你们教会，为什么？你们教会里面好温暖哦。来，恁教会有温暖无？哦，这边就有的哦。来，这边画一个，恁教会有温暖无？无够大声呢，有温暖无？你真正画无呢？楼顶的有无？有温暖无？哇，感谢主啦，一定爱温暖啦！恁无温暖，人袂调啦，留袂调，绝对留袂调，一定爱温暖，了解无？爱温暖的时阵，我跟你讲呢，你们看到人脸上要微笑，欢迎你来啊！要露6颗牙齿，你知影无？欢迎你。我马上你改训练呢。我嘛真正咧改训练呢，感谢主啊！讲甲伤过激动啊！所以伫遮咱看见就讲，上帝真正足疼惜的，伊要疼你，伊要因为着你来祝福双连教会，嘛要因为恁来祝福伫客家教会，了解无？愿主做咱做伙同心为着客家来祈祷，做伙复兴客家，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是主你恩典，是主你疼惜，互阮会当真做是主你所竞选的精兵，互阮会当受过操练，会当为着客家，为着阮家己双连教会做伙来努力拍拼祈祷，跪落伫主你的面前来求主复兴咱教会。主上帝感谢你，愿主你赐福咱的地管，互阮会当真做是主你所要使用的人，安尼祈祷，奉靠叫做圣主名求，阿门。感谢主，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上帝听。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下这起立来吟。
遐这车坐，这是咱们萨甲来的奉献。伫线顶礼拜的兄弟有一寡奉献的方式，会当来使用。头一种是用信用卡的线顶的入卡的方式，每当用授权书扫描 QR code 就会当来下载授权书，买当伫 ATM 转账，还是讲银行的汇款，也是划拨的方式，将咱的教会的银行的账号。嘛，伫咱的字幕顶头，若是无清楚，嘛会当联络咱教会的干事来做奉献的处理。嘛会当伫周间上班的时间，下早是9点到下晡5点半，直接送到教会1楼的守卫迄个所在就会当。谢这请起立，这是咱三个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守护阮万项拢到业。特别上帝，阮这时慢慢献就阮的财情甲时间来互主用。愿主感纳阮所献的，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关心教会的圣工，我来做一寡报告。首先是本周特别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客家宣教主日，就感谢总会客宣的谢大顺牧师、谢泰顺牧师，谢谢。感谢谢牧师来到咱的教会来敬祷、请安甲事工的报告。愿上帝赐福客家区会伫客家所在的宣教的事工，请兄弟继续为着客宣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是咱的集体关怀的部分。本会的会友，你是阮兄弟，就是李丽玲姊妹的爸爸，伫9月1号安息主怀。
定伫9月25号，就是后主日举行纪念告别甲安息礼拜，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2项具体关怀部分，真恭喜本会的会友李正道兄弟甲吕vũ婷姊妹，定伫9月25号，就是后礼拜主日，伫下晡2点半，伫咱的教会的10楼的礼拜堂，要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欢迎来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煞只的报告事项是咱教会全教会的净坛的活动，时间伫10月16号，中昼到12点到阴暗7点的时间。费用一个人是200块，报名到本主日来，时间是到本主日尔，请兄姐会当来注意。好，煞只。咱继续来看后一个报名，这个报名部分因为时间已经到本主日，所以讲请兄姐会当无清楚的所在会当扫 QR code 来报名，已经伫今仔日来完成。好，煞下来看后一个报告事项，就是牛埔庄的讲座的事报告。讲题是台湾兴起全球的政治甲经济变局，咱邀请吴家龙教授来分享，已经报名兄姐伫今仔日礼拜后伫10楼的礼拜堂内底用午餐，时间是12点半开始，遐已经报名兄姐会当来注意时间来参加。好，煞只来讲一个报告事项是咱牛埔庄周间的全港的事项，讲题是。我真爱讲这故事，讲员是郑阳恩教授，时间是对10月6号到11月24号，总共有8堂课。地点伫咱的10楼礼拜堂，详细内容会当看咱的周报第7页的所在，嘛会当扫咱的刷顶的这个 QR code， 嘛会当了解课程的消息。嘛兄姐嘛，时间若有方便，伫拜四阴暗的时间，嘛会当踊跃来参加。煞只是补充报告，读圣经的运动，时间是即马是伫10月到12月，新安宫已经读经本已经放伫咱的10楼礼拜堂外口走廊的桌顶。若是有需要的兄姐，会当家己来摕。好，以上这只是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保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姐。第一位是何雨林姊妹，来这里嘉豪。欢迎，伊对中立来哈，欢迎。第2位是于小玲姊妹，后边，欢迎。来过是迄个林德昌牧师甲马惠美姊妹，其他敢有第一遍甲咱做伙礼拜无介绍到咱请这贵宾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交代。今仔也感谢谢牧师来甲咱做伙分享客家教会的需要，请大家爱特别为着客家的宣教的事工来代祷来支持。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这疫情还未平息进前，犹原得到保守，互阮会当来到圣殿，就是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恳求主你持续带领保守看顾阮每一人，互阮得到你的看顾。阮中间有肢体失去亲人的，恳求主你亲自安慰阮。使阮永远活的愿望，阮中间
要身体衰弱、软弱的兄弟，求主亲自医治帮赞。阮中间若确实有心神忧闷、艰苦的，求主亲自安慰。也互阮伫教会生活中间学习彼此扶持，互相关心。主啊，阮也特别为着客家的宣教来献上阮的祈求，恳求主你持续引带保守看顾台湾正客家的教会，互因伫客家同胞的中间做美好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也透过时间的推动，互更较侪客家的朋友来认捌你、信靠你。阮将这个荣耀蒙高带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上营信息508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遐子才起立。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相通感动，甲咱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密道下温，强受切恳。